错呀，天兄看得清，先得天数。自有听，今生终身情红咯。神有天涯，神功名。先生，先生啊！你吹了味，吹掉一日一家咯，唔知要有多少五了。哎呀，掉毛把米呀！这，嗨。真係有可能呢！做半夜，我陪你出了位垂钓，一共钓有18枚大魚，36枚嘅生啊！那有可能你冇钓到魚呢？可能钓兵做了唔好啊！好，你讲的嘛个吧？啊，那做钓兵完全做伢子做的呢，钓兵呢？好。阿坤，嘿嘿，先生啊，你个钓兵有冇不用重现？钓兵吃钓冇好事了，莫怪你钓冇把米呀，大哥，你也戆的啊！上天不得无礼，嘿，哈，先生。虽然钓无鱼，莫非你喺日嘅运气唔好，也冇暂时歇困一下，再钓无妨啊？虽然我运气唔好，唔过风俗，有个时运动旺啊！我嘅时运，此番有办讲，等下就会有人来报信啊！报信不乜嘅信啊！山上係件喜事。电用口见主公，不用，何事禀报？启禀主公，今主来报，刘敬神冲票，请主公赶忙今主前去。这。先生，主公刘敬生重票，难道
这也算是其事么？冯叔，三人出夜才是根深蒙道，可以终身陨落。想必刘金生已经平亡了，重平只不过是蔡某一个假苗。假苗，都带乜个假苗啊？金主刘表已死，蔡娘娘不发送闻，想必那个太过蔡某天下假苗，为满片风俗过金主。这上那蔡某由于没有海外流皮之意，如今我要如何是何，请先生赐教啊！建阳将军，你回复金主的使者，说到刘丰叔明天就到金主拜访。我晓得。先生，莫非爱我用一副口吗？丰叔啊！是那呀天哪，是我刘邦啊叔啊！春季何其给金主，你为今生情缘故，等太师的不强求，已经刘表已平故。将官啊，托那天呀，有理呀有啊。虽然那天那神那，你就来平故那，真的那。是我同宗兄弟，他今一死，事故为何？我只能忍心托他有志纪念吧。金主刘表一死，众人嘈吵，共同孙权，马上莫相爱托此金主，已经给嘈吵以孙权，那相爱托此天嘛。不过他路途遥远，唔系简单嘅事情啊！眼前只有冯叔可以接脚先定，错失良机，后悔莫及吧。这冯叔莫及，此事还可以从重建议。眼前爱做嘅事情，就係招兵买马。给曹操来翻新衙是迟做嘅事情啊！那个新衙人马不够数千，应该做准备战错。先生说得有理，只不过方才先生回复金主使者，要顾金主指示啊。冯叔放心。我应该先带100名士兵，先到金主，他们该起事。100名，啊，做唔得，做唔得。那蔡某以得快乐，两人诡计多端，你去金主会有危险。唉啊，你带着子勇一同前往啊。也好，子勇将军麻烦你了。先生何出此言？彩霞必天，杀神梦喜，保护先生安全。冯叔，还有一件事，
请你免了建勇将军，去到建筑往西渡的太路上，捉拿蔡某送信奔曹操的人呐。晓得。众将军。众将军，先生来喊你呀！来等我学。现在做乜该？爱你，去判一件事判得好，爱重重有赏啊！应该唔系现在老你会重庆，本去钓鱼吧？爱子爱你，带领500兵马到襄阳山南边50里的蔬菜，托给位店，可以出人送灌木，你就主动记掉个戏路。干嘛将记掉？意思，你就倒下来啊！千万不可！你只要去江下的蔡夫人，还有他子儿刘忠，被蔡夫人不爱书到攻下刘琦这位，就个刘表的遗嘱，立刘琦为建筑之王，你就太公一见咯。这个嘛，先生，我们应当更加回转新衙，和做准备呀。孔明先生，请。嘛个太事情，原来迄现爱去江下一间孤儿寡母嘛，真是不爱太彩。小勇，实在係太彩小勇了。那个阿舅是猛烈，有苦难言呐。老公，冇要紧啊，我教你，既然派你做了冇要冇凭的事情，你就条规本给太老亏。用完本给太老亏啊！你去到这位唔好江下的孤儿寡母，你地太路上太白50种种。唱见到食饭饮酒，本件事都欢喜，在表记到转去呐。好，是酒诶，这系你红诶。我为老你推数，招机进行。刘敬成。你是个司机，真是太好啊！有表天鼓，归民路。风所风上，一爱书，太极阿妈开，有天地。金主刘表，
一死，我将消息封锁，主要系本爱老妹的旨意刘忠，来为建主之主啊！先前爱命系老妹，夫人感到相拥暗中，希冀民间回报刘批的军事，民众会才半路主动。何贵才爱老妹聪明过人，专业销路。刘批啊刘批，你若是来到建主，一天温习莫上。大人啊，大人啊！这个大人罢了，贾大人，大人事情唔好咯。哦，先生，你此风中不敌有何事情啊？新衙来了100名的兵士，头上戴号，来到这个上楼之下。好，刘批记用非的，刘表死的消息，可能封山走了啊！何人两条前来？其这位刘备的军师啊，向诸葛明亮司孔明，讨好是我良先生。佢是何等嘅人物？此人祖籍蔡南阳，今天为体才落国，天文地理算得出，掌上的乾坤论阴阳。唐八年来，一尘风啊，孔明英勇，八卦雄啊！当然枪击神一上，人家来再做可怜哟。传令下去，快快有枪！阿丽啦，开上门啊，娘家吧，诸葛亮先生。面前敢系诸葛先生，正系本山人，
来出到金竹，为提前通报，请你多多包涵了。诸葛先生，请问你的为何头上会戴后帕啊？蔡夫人已经命人送来爱书，说他刘金生已骗过，孔明先行。那个主公为统领2万兵马，随后到金竹。刘備愛親身帶領2萬嘅兵馬到來，張氣。孔明先生，你講此話只能騙解3歲嘅小孩童。你看，這新野全部嘅人馬同親加起來，也不多2萬兵啊！雖然新野人馬不到2萬，不過洶湧翻上之地，難道就無強人從事可以招賢納士嗎？這個。既然先生來，安內到公幹休息，等候劉皇叔拿到來再做。可理呀！咁做的，請先生命將士留頭上嘅後帕結貼，以免將通這金竹嘅老百姓。黑水主片。真是孔风嘅小子啊！他人係將我看起來，諸葛亮佢帶領100個人馬來到金竹，係假意吊上。其實佢老劉備係內功外人，我偷襲金竹。有理，太我下一封书信，通知楚丞相见敌。主公，请看。楚丞相刘表义，我即刻发送，係因為聯絡楚丞相，天美劉宗送靈趕到襄陽壓中，不料被孔明見敵，命將會急靈趕。如今孔明又帶兵馬到來，假意吊送，其實有意劉備對共外人偷襲金竹，向丞相速速發兵之言呐！坏了！更是材料建筑所在有危險，太我管家2通兵馬上救先生一之用。主公，不必如此。軍師嘅智謀非是一般，蔡瑁嘅所為佢說得清清楚楚，連命人送信本曹操，佢都係意料之中啊！哦，這裡見將軍，你的知見如何？不疑，我身騎快馬，速到荊州，老孔明先生報告此事。
将军爱去时时小心。遵命。总会那些事情成功，攻下六旗，一天带兵到金竹吊上，才莫等人，一天喜上头走，多给粮食为将金竹就不难了。孔明先生，攻下六旗，莫半点的消息啊！看来总会失败了。这两将军情况有变化，速送命将军马上准备回转新衙。不过蔡某去年兵营出丧。三人只有脱身之计，我不但爱蔡某表演出上转新衙，还爱其亲身相送。这两将军，哪出上，全靠此人。了，哎呀，宽一先生，你按欢喜来到两位，莫非有喜事爱老爱同胞吗？喜事？喜事啊！诸葛先生。你敢要派那个太将张飞去埋伏蔡夫人，这般太老亏了。那刘备啊，居然入土为安了，可怜的张飞，食材有样是真吃亏，跟昂昂的坐个地，又唔敢晒位。你个参军3年总是功，莫说吊起了王妃那个功，你讲下到行路的安慰风失败了，你没面子啊！去见那个主公，可比那个上那个太太，说话言路啊就打趴下。讲下到就嘛该学得太好事，年年好笑啊！啊哈！啊哈！妙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！跟外甥，你就愛用腳，
个两杀手将你的阿妈打空口，你手砸下来。总会派兵埋伏蔡襄阳，喜爱破下的遗臣，有意爱本蔡夫人匆忙将刘景生下葬，结果言终结了啊！先生，此法用办过。蔡夫人一旦将刘景生下葬，便难破三条太岁。乜该三条太岁？俩第一条，刘景生死后，蔡夫人乜不法爱说，不公故于天下，有意非众一救，阴谋篡位，此乃是头一锤。天一锤！匆忙将刘景生下葬，唔管终止刘琦的情。刘景生死因不明，蔡夫人又谋害亲夫之嫌，此乃天一锤。第三呢？蔡夫人将林干移到襄阳下葬，此乃纠结错兵，出卖金主，此乃是第三锤呀！有你呀！只是天连来采其中，呀老蔡莫黑风雄，摊开了其民众两恶干满言理难容。天下之民。来强通啊！以此个行为虽入错，见怒人言分气用啊！枉费你一生该辛苦。山空严重啊！像诸葛先生，你敢没有讲伢个主公刘备啊？为带兵来建筑，为何多见还mang有通情？我嘅主公嘛，佢唔愛來的。哈，咪做乜嘅冇來咯？江夏已經起變故，留去見地，二定所謂大發雷霆之怒，準備投降曹操，佢乃投降曹操。曹操必天封為作建主嘅王位，多嘅糧食，我嘅主公再來也為嘛呐？做唔得咯，唔好本了去啊！佢降曹哦，做唔得咯，諸葛先生啊，你去了解一下，愛看了去啊！佢只愛莫顯書帶本人看，莫骨肉相殘。唉，難了難了！兩幾年來，劉琦那個後愛蔡夫人兩人不合，強強劉琦投降曹操，心意幾天難以改變咯。先生，愛念才故事啊！嘅劉備嘅份上，你可以講下行嘅年呢？但是你那個口才呀，我敢把本劉其他，只有那麼投降曹操，你將來到建築，一切嘅事情就好參詳。好啦，
既然你爱用苦苦来求爱，亲爱之后就吃可那里咯。阿你阿让啊，太人商量一下，抢！孔明先生。建勇将军，总会嘅任务失败，主公爱你老子俩速速离开，那么后果不堪设想。建将军，孔明先生做之地了。建将军，殿下不管记到满意马街，你只要回答了两句话。我晓得。先生，依看来，那蔡某上来干渣，佢敢会答应表演出场啊？看了就地呀！诸葛先生，诸葛先生，你敢唔系建勇将军？用会来到此地？来报信，给你可见的江下流去，有乜解小心嘛？唉，麻烦了。哎呀，先生，请你一定要帮忙，去加牵流去，爱佢回到建筑，做唔得去红错。此言，我必定答谢。先生，请你马上出发，记得江下日里，孔明先生拜托啊！我哋马上出发嘛。军师啊，太军师啊！对，一切就做唔得耽误。先生，明山军马上打开上门，奖送孔明先生出山。唐得咯，上门大门开啊！奖送啊，孔明太军师出山哦！哎呀，不敢！华爷先生，你咪系金主嘅军师啊？你老我是一场茶八茶，莫讲太家都的。你看看他，我看了按设计，你专门说个天门体里，很爱专门算命牌老牌技。因你告辞了，送孔明先生，送太军师。他因强流坡，不用送了。莫，爱亲身奖送孔明先生出山。何用意思呢？
向太公。太公奉了曹丞相的命令，为众兵都督带兵十万，虽宁不敌，哪该不晓？太公乃是曹阳的太将，年谈到就闻风丧胆，哪个敢来挑战？太公以小体看来，了拜去攻打新阳，必定是速度起来，马到成功啊！哇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贤弟，年诈有理，首首新呀！我只有风采年累啊！上他牛皮，真是词不量力，哪敢向我对曹丞相作对啊！已经两兵10万，新呀不过2万兵啊！有其他牛皮收集，如同探龙起木一般了。哇！贤弟，猜太君离新呀还有多少里路？太公再讲50里路就到了。众将官，有催军前往。好。吹新呀，我用办啦！这个小公民啊，太公不必去管他，爱当无通加鬼吧。此人可比将都的蛤蟆有眼无珠，孩子夸。嘿，嘿，三天不可胡言乱说，太公有此不分。得到先生，可比一比呀！比说何来啊？太公是5，先生是水，2、5得水呀！嘿嘿，
你滴水啊，给你啊就很急，用水去打退曹兵，唔就够呢？嘿，哈，你呀，你呀！主公，子龙，你回来了。主公，献上彩赐啊！哦，先生，主公，平安回来了。哎呀，真是恰天恰地呀！嘿，唔上桥的啦哈！嘿，先生，抢错。先生，你猜建筑如何脱险吗？此事先按下，以后将天天的讲。眼前应该先安排地动出兵一事。这先生，料事如神，方才探马报信，曹操派兵10万，灭以夏侯惇攻打新衙。不知先生有何办法可以退兵啊？这么，此事我无办法好想，我爱业内休息了。太公啊！喂！孔明先生啊！你要去哪呀？当然，业内来去探亲采创，饮酒快乐啊！怎么欠心爱呀？太公啊，曹兵就要打来嘞！你抢来个牛皮土种，我嘛该探亲吹冲，饮酒快乐啊！爱上爱中飞嘛，迄个也没世俗记啦。嘿，哎呀，三弟啊，三弟！哎呀，主公啊！先生用办如此，子龙，爱错了。爱错了，主公，哪位有错啊？先生，雷在新阳，俺嘛要搞出禀赋追因，难道以为俺讲啊？哦，原来如此啊！来，快命人搭了高台，众三军在高台时候，你就准备茶粮，俺亲身拖茶，本来孔明先生才高从素材。等台北将遵命。唐都啊，小事该面全部，面啊全部，风书啊，做事太糊涂，太呀糊涂，亲身拖茶来拜酒。
奉叔做事欠考虑，讲下该爱退错病，全靠欣赏的，亲身送茶告从意。哎，真的会欠心爱，装逼呀！嘿，风采，我有去见冯书记，其啥讲，替媳妇不得无礼。佢孔明像係6年頭定位，我父自家愛多注意，乃無乃就是你就喊唔啲。眾將打起頭痛點毛鼓。我講阿老講，唔好三心並兩意，孔明掠下點毛事，此人你係娘唔去，行去殺殺去，唔好到時老愛也連累。嘿，我真冇飛機嘅，小趙。眾將打起兒童歌。洪大先生，你通过不到。洪大发生，你山通过不到呢。您跳落去啊！你唔惊是我是惊死我哦。哎，唔使惊啊，我有太公不爱考啊，我係为一军人啊，上嘅村夫，佢有敢对我样板呢？你还冇强用哦。你太公已经将兵符所以交本给人讲军令一散，到粮食就算系丰收，也冇法度救你呢。夫人，有样哦。啊！夫人啊，我已经无了毛皮，你这个老外天想办法了，大魔你哦，就要输挂了。去。唐令高冲点兵，打起铁三铜鼓，万阳将士不点，突点中飞云。哎呀！冇命嘞！有嘞！我教你最好的保命谱。哪一步？两杂事。哪两杂事啊？讨厌啊！